错风若是卖的眼睛，伊建议留去跳街。天天加油唔去铁架，感受都市各种的存在。兄弟的几行差最暖万年，脱下披衫的谁来爱去来比？迄昨年风势高涨海黑伊，敢拥有了爱情？红灯前停下了脚步，停下变你路路。用下等等抢等走戏，咱哋大家一样心情，路人甲伊行不同的路，伊卷世学生狠狠听书，摕赞摆下看无阳光的伊，爱依旧的电台。嘿，我爱一笔一生你，我走上婚姻，让我思念色了满心，穿很复杂的你，不用爱心事，告诉娘不知，用最自然的梦想。哎呀，这是卡哦，嘛该都咸，咸到无一底好啊，爱都唔知用办。无，俺妹唔爱做啦。哈？不过我买的嗰度面膜、泡脚粉，做都唔得退钱呢。我是无嫌唔买哦，唔即个好的啊。啊，不过，安尼我的钱全部都冇摕了呀。哎，偷干了，偷干了。哦，才好我对杰西卡我骗死，阿你喺我砸转了身，这才我问佢骗死。咁我咪识得，还冇见啊！嘿，你起乜解啊？唉，嘿，特别落嚟掉，冇使写真来，真多拢打掉赌过呢。哎呀，家下去过日，佢看到佢送嘅稿子吼，我上我砸，佢杰西卡就讲嘛，哟做唔得咯，做唔得咯，要讲嘅稿子啊，我刘本人学识咧哟，吼，佢啊，做向我老爷快看上嘅啦，调嘅读过嘅啦，向我砸转就出牙身，唔可要欠。阿水爸，你欠嘛该喏？唉。家下啦，迄只是卡因嫌了又嫌假啦，太马身上强强都强打，好定系都几好，咱冇打起来。希望，你看，亚哈太家吼都唔送杰西卡啦，佮选嘛该啊，张起美国突出天天，就会让你全堂家的哦。不过鬼唔系咪姑突袭真落的吗？嘿，我想到落袋啊吼，佮走投无路家下穿条路，那么偏来跳甲讲，我喺台大毕业的，哎，嘅学历，迄咪假的？错误。哎，其主嘛唔是个五星级的饭店做，我来到人家三国白落的素材。做咩讲？俺没吃到有问题呢。你看，阿贵堂家的花，落本都拿出来啊，佮还咪会骗阿贵的钱啊？阿贵阿叔啊，唔系酒水耶。安尼啊，是后悔，那个创伤命会掉出来。想一下，cái杰西卡怎么还没买亮来嘅？还没有出口没上啊？杰西卡，你后悔，你调查一下，错冇？错。冇，爱考题出门，民芳阳光啦，把几个履历表拢变起来，然后某一天后呢，查出我嘅奇怪素材。你是啥来去啊 Yes 啊！杰西卡，你做了后悔调查一下，看你咩马鬼，来讲错。我话讲我对奶，你做嘛？呀，阿水呢有乜到啊？讲一杰西卡吼，头摆都给某个动态型的公关公司做过嘞。
哦，动太健哦，去太健嘞。哎呦，俺用要伫当太监都错的啊！背面吼，俺打电话去给公司问，加个人事部的人讲啊，要杰西卡本代都做好好的啊，你做嘛好点点的就来做。他迄留个公司的钱款进出来，是冇？嘿安尼吧，做出下到外国去了，人空都要的嘛。哎呦，啊，他迄人啊，又神经哦，点点的怎会来呀？外地咧，天窗老夹跳街，本外子。哦，他夹到的啦，你呢？唔係攞下含佢，我見到你咯，頂唔該叫啊！富哥啊，你唔係長水相咩？用個硬八嘴呢？面暗盤衰唔到麻木，專案你睇對，唔攏唔係做警察嘅情況。哎，当然你太对，我讲是啊，规日无水无啲看漫画，哎，小乐是有人讲啊，多见麻烦，多去了。啊严啊，你两方事情啊，好冇？落去女方啊，文凭喺讲嘢嘛，啊几个民宿嘅员工嘅很多嘛去啊。哎呀，你用嘅唔記得咧喏，你傑西卡，傑西卡，伊嘅基本嘅資料啊，我攏查過嘅，啊伊也無乜前科，無乜問題，啊剩兩項無法度嘅哦。啊？冇法度？唱讓聽聽。咩，副哥，人家警察嘅業績啊，量都太強爽了吧？哎，你下個阿貴嘅吼，價錢強我變騙子嘅呢，我實實嘅，然後佢嘛個。傑西卡，這個合作過嘅廠商全部調查出來啊！看見有老媽10個嘛個掛高啊，係冇掛高？你按當然，你唔按多東西，挨你銀行用查。樣個？冇係好冇？用伊添啊，以為你想咧警察要調過來。你生意啊，替你過好，我到時正行俾向我查，咁攞嘅。天空白啊，冇要哦！一選來警察咧，是冇像阿夫嘅樣嘅，仲係會定點埋伏，跟你來1000單萬冇用。哎呦，冇錯唔多了。好嘅，我問你來查嘅好冇？騙你！哎，阿富哥啊，你要夾到嘅哦，無啊阿貴嘅錢俾伊騙起嚟，我做唔到補唔查嚟哦。個小樂媽媽爽飯啊！唔講假啲用呢個警察嚟幫來哦，係啊！我聽啊，冇辦啦，哈，啲啊，新聞地位係夾到嘅哦，我夠，夾到嘅啦，沒人會買個裝嘅啊！有啊，冇啊，叫騙啊，都是用阿邊嘛，夾落去啦。有錢到嘛？有啦，有 Jessica 董叫以前寫喺部落格啦。嘿，哦，還有那個寫喺自助旅行嘅文章啦。啊，我想到一個辦法咧，冇改偏法啦。哦，金融站檔後嘅留言哦，我就看過咧，幾錯冇買朋友呢。有一啥叫做安東尼嘅 Jessica 文章哦，佢全部都看過咧。你看。真勁嘅呢！我看一下安東尼嘅基本資料，有 email 呢。哦，家家小心問佢，然後 Jessica 有疏失冇？好。哎，小姨，來啊，來試水果啊！哦，吃果子。哎，中甜哦。哦。有哈，有甜。有幾副嘢呢？講嘛解？佢講 Jessica 騙子，再一啲。有呢，哎，你看看這問清楚一點哎呀。哦，安東尼呢？叫佢來啦，請 Jessica。較緊甲貴講啊，貴一定要甲因調上空的啦。題目 Jessica 的假面具。哦，假面具，錯。嘅，我就想佢來啦。孫沙老幾講 Jessica 第一鴉片做咗某個事情。好嘞。
的就等下安东尼过来，一切真相就大白啦。嗯，哦，汉假诶！哦，伊讲听讲你做倒嘞。哇，这个潘氏效率一狗哦，佮迄种诈骗集团嘅警察冇？唔知呢，伊倒嘞就伫个啊。伊讲这是开骗你，伊诉风清楚邮政机。给安尼就要好好的招待伊啦。呀，鬼无论臭屁结结。谢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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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！下一个来，再一个。安东尼，嘿嘿，安东尼嘛，什么？安东尼，安东尼，嘿嘿哪位？东尼，东尼，哎，嘿嘿，安东尼嘛，神经病！安东尼。水莹啊，莫安用啦！你看，因做物件都走脱嘞。哎，安尼嘛无甲过叫桥店啊，特别伫几上团娘子店啦。啊，你上得用诶，你做唔伫，安尼健康有嘛个用？安东尼，较紧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哎，你唔伫记迄栋哪？叫人给起来，起来，要做嘛？我不是叫他起来，我叫他出来。安东尼，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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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用诶，有联络到无？无啊，下休伊就无留念的啊。我骗骗无落啊，那是拄酒药的呢。水莹啊，你有妒忌哦？刚刚我哋唔要怎叫他说个走？那去看熬药嘛，每个人体质都不一样。哦，嘿啦，你做要按好势啦。你看按皮咩？hen讲的爱听油啊，hen讲爱抬桥吼，爱抬抬桥，hen较抬桥好嘛？人家有抬桥，我有变较超人呢。唔怎抬桥啊？你看，hen较抬桥啦，唔抬桥，摸手，摸手，哎呀，很好哎！你看这为什么我们怎么抢你的奇怪的？水莹啊，哟你先注意示范，往哪等？ ，yes sir。哎，人家后生伊都吵嘛该喏，啊？哦，迄咩忙电动人啊？嘿啊，无讲记到底，又无讲上当用诶，安尼一查看哦，动口。哎，人家后生面对啊，哎，讲也就讲啊，做我哦，你唔好徛喺搭牌，当风写家命诶，像个机场样有毛电影咧啊，安尼做好个啊。嘿呢，你有冇想到啊？安尼做啊，你正经迄见过世面的人呢，也去防风啊吼，正经迄一针见血，势如破竹，釜底抽薪的本人，皮肤都罄竹难书。分辨啊，你看通年小妹阿爸吼，你莫讲个有诶无诶啦。哪有？我迄讲吼，安尼做正经本人皮肤都吼，无办法讲啦。嘿，做得，样诶讲出做得，讲错就好诶，哈，好，来，来咱人就写一块牌哈，好。安尼说，安勇是真歹势呢。唔好呀，囡仔伊唔捌个喏，我看人严肃啊，食哦，脑袋是好过个唐宋大书法家的诗正经，等下下一下，人都是底的，哈。好。乜个名呀？安东尼。安东尼。孙煞提十年的，本意是好的。哇，哪会提炼的哦？看个当方当个写个有数啥写，安嘛个嘛。哦，你下年听说个对个嘛个懂嘛。懂。人个就坏哦，你就当快丢了，你要写嘛。
冥想。阿燕叔啊，我看到毛主席嘅安东尼三大师做好嘅啦。唔讲了哦，沈大师哦，唔讲了哦。哦，来一下。安念说什么哦？哎呦，你看讲自己嘅好法，佢牌真有人写好嘅，所以较甜着喂，学嘅较有用啊。后堂的话都是爱讲的呢。罄竹难书。阿爸，阿爸，安念说，安念说。快咧！大家讲哦，唔好留 MP 盒你啦。到時鐘買，鐘買一張啊，講唔可以撇下。哦，下面應該是會地方。講呀。這是個，係啊，一向就支持唔做事，不過唔係都按用，還幫人做人哦。哎呀，你是法是讲，你啊，專門啲，上班你做人啊，做唔到實話實講嘅。我一向就會哦，對事唔對人。哎，我講乜唔貪唔實咯，做事就會做人。咁無上期喺度做得唔好，我可以講佢做得當好當真，錯就錯，唔錯就唔錯，唔點嘛嘅呀？What's wrong with you？ Jessica， 哎爸，今日哈上用嘅實啦，個錢吼都飛下去咧。不講你，打電話。哦，很記得哈，出來再來給我講講啊。好，我先去屙屎。哎，打電話啦。Jessica。 Yeah. Hello. My name is Peter. Yeah. I am a university student.出售。哎，这论斤卖嘛，家私较高啊。啊，如果是论这个脑容量来卖，搞不好我还要贴钱。啊，不变啊！迄底下店安东尼呀，你用的要卖这个啊？买这个，买这个。 啊！我用唔错面嘞。唔安尼啊，就算人行过来啦，咪少咧，那要伫唔伫遐等记啊？哎呦，歹势啦！哎呦，假使啊，无等到人啊，用的擦的这是卡个面具啊，爱吃到啊，这阿妹啊，很衰啊！哎呦，我等几日咧，正经动口咩？ 好了，聊一下啦，排本啊。哦，什么？要么你下给啊？是按这。你讲的迄农体一面，还是繁养一面啊？当然系繁养一面呐。买农体，下个一好看呐。我没按用你，我没知道啊，压面很好看。这款式哦，冲啊，准得咯。也是啊，这款就对，嘿，6公斤的结构，带定嘅验证琴，加个力拖，再个加上速度和加个韵味，这样写出来，你看
放手，意思讲女红引流。咱两天爱按油学门哦。啊，两天？哪个两天啊？不是啊。哦，阿兄伊啊，给安东尼到底几多点钟会来啦？慢啲啊！那都讲到两点钟人啦，用的联络的，你爽厉害，咩都几班人啊？诸位啊，没事。用啊，说唔得啦。啊，做唔得事。用说唔得，慢眼啦。啊，你说的。安尼说，用啊。刚好我同讲，有人吼留给演这个得到伫尾肚了。啊，盐水狗毛唔做讲，我咪冇去按命啊，冇去寻小乐啊。啊，安尼说，看不出啊。请喝。我是你哦，你要买农地啊？不是，我是你是诈骗集团的你？你现在想要骗我说这农地是你的，是不是？你是地主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这农地的地主我熟得很，你想骗谁啊你？你就可以安东尼。我就是。欢迎。就讲，那金卖的话比较值钱。值钱。冇啦。唔听错我买着哦，讲去广东话。宽记哦，我冲马街。走了。好。走。大家唔好按用啦，有嘛事情天天在讲啦，原谅下啦。阿兰姐，你条年纪，你搞到原安呢条，怎讲吼？佢老年呢条讲到冇一地好啦，哎呀，原唔下去。阿兰，问题唔系女，这Jessica还骗你呢。哦，我老给供出来，难道让那个阿贵啊被Jessica骗得团团转啊？没啦，没这意思啦。阿贵是谁啊？他跟 Jessica 什么关系啊？就这家民宿的老板啦。阿贵，哇，人哋都來了，來，呢來坐啦，睇下天天嘅講，來，呢來啊。是，hem给大杰西卡出來。hem呀把出來，看佢唱歌默嘅人。哟，大家都來啊！用啊，係咩上清楚嘅旅行專業嚟啊 Jessica。What？ 你走开啊！好久了，你嫁给我好不好？不要，你走我爱你啊！Jessica，你走开，你走开！你到底要怎样啊？我好爱你啊，我真的好喜欢你啊！一点都不爱你，一点都不喜欢你。我们交往这么久了，你不给我机会吗？什么时候交往的？我的过去没有你，未来也不会有你。你放过我好吗？拜托 ，I love you。I don't. Please marry me, okay? No, never. OK? 拜托，我都躲到这个鸡不生蛋、鸟不拉屎的地方了，你到底要我怎样？跳海啊？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嘛！拜托你啦！有问题哦，因为讲杰西卡很偏的呢，安心，我看明白哦。前司欠到。前司欠到的啦。哎呀，佮讲Jessica骗佮嘅感情，唔过Jessica，哎，等一下啦，啦，我只听得懂 Jessica。就是呢，安东尼说Jessica骗了他的感情，不过Jessica说其实他们两个也不算真的认识，他们只是同一栋大楼里面坐同一个电梯，偶尔会遇到，结果安东尼就缠上她了。我完全可以体会。哦，是啊，
反正很恐怖啦。这个杰西卡已经换了2家公司喽。然后但是呢，安东尼还是一样送花、送戒指、送小狗，就是要杰西卡嫁给他啦。他就这样哦，劲叫。对恁讲哦，很有哦，有92还是95啊？反正那天啊，我们不是已经抓不住安东尼了吗？杰西卡很害怕，就往后山跑，安东尼也追啊，追到溪谷旁边，杰西卡一紧张啊，往下一跳，安尼听就动情呢，懂眼切，就乖呢，切张比乖吧，乖，谁乖啊？没有人乖啦，哎呦，爱迄讲吼，唱这是较安定，然后还会有人中意去，安尼要当乖的。大神人好会无腔样啊，哪咩人哦？犯贱！莫讲安难糖，哪里有糖啊？我们的意思是说啊，有些男人啊，他遇到特定的女人的时候，就会中邪。差唔多啦，感情嘅事哈，感情啊这件事情啊，你也知道嘛，就人家说情人眼里出西施，嗨，爱己爱，就会看到己嘅优点。唔係講 Jessica 嘛，係有點都係咧，係冇？大概吧。我学到了啦，优点就是优点哎。那我下次给人家擦药的时候，我就跟他说，来，我帮你擦优点。哎呀，我好聪明啊！优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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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点。小心一点哦，这边前面有一个阶梯哦。哦，慢慢走哦。小心小心，准备喽。啊，小心哦。Jessica，来啦，你唔同啦，看中医师，试试对脚较较好啦。你唔要动我眼咩？做嘛对我暗好？来忙生老公，吃到啊，还有料精神去脑一啥嘢，才可以啦。眼知啦，脑眼嘅哦，迄暗用冇記到你。既然真唔話用上，其實我們唔是老公，我乖啊，出乖個只安東尼啦，我媽唔係騙子啦，其實是假鬼也不騙，怎麼上啊？然後沒請出來啦。Jessica，要送本啊？什麼啦？唔是生意啦，我是想啊，訂好誒送來包鼹鼠哦。唔好，講笑嘅啦，講笑就講笑嘅啦。冇要緊啊，我唔用嘅啦。跟我之前哦講怕就卡車咩，然後都用太搞路按片，唔過唔通按關心我，我吃到喊他排泄。什麼啊？杰西卡说她自己哦很不好意思啦，那你那个个性就改一改嘛。所以我们大家都很好相处的。你看那个阿贵那个样子啊，我们大家还不是跟他交朋友？哇，你挂鬼啦！他这个人有多小气，你不是不知道。哎呦，对哦，一讲哦，讲，哎，讲啦，嘿。怪唔得安東尼妹哦，因腳慫腳下。你還有來哦？講什麼啊？等等哈，如果他再來的話，我就打斷他的狗腿，打斷，懂嗎？懂。唔好來嘅啦，佢可能驚佢講斷樣啊。心肝肚咩得咩艱苦，唔會再過來啦。係啦，槍唔按用型哦，乜人看到，乜人咩痛。喂，哎，阿迪啦，对啊，张壮咯，我这边超好玩，好不好？没，对啊，开车过来1小时就到了。有你很多周嘛，对啊，不过我讲多少钱啊？拜托的人啊，全部老你就好些呢。爸，
西撒2000得了。哎，好啦，2000可以，OK，搞定。冇啦，咱也都冇来啦。4个人2黑啦黑啦，你听我来超便宜的。啊，你们礼拜天、礼拜六来？啊，礼拜天、礼拜六。你切都要来哦。其实都可以，你知道吗？杰西卡，有奶，有奶。我想我应该会离开的啦，神门也着也人叫我照顾。啊？小胖，等下，哎，杰西卡，哎，那我跟你讲，我走就做得走的啦。哎，迄唔系个安东尼，又来亲呢？唔系啦，迄我这家吃到好走的啦。啊？做点好好，马卡上爱走，迄物强的薪水大。不是啊。来，要坐定讲，都别吵，坐定讲。一句话，除了薪水的问题，其他马卡事情，我就做得想办法让解决。唔系钱的问题啦。哦，哎，就较风险的。啊，都大很用的喏。我无啦，就没关系，不要紧，我们家民宿绝对不会有蟑螂的，这些蟑螂都是从戏院来的。没关系，戏院蟑螂我认得出来，我带你们去抓。走。杰西卡，有嘛个话，你就尽量拿来讲，哈，就让解决问题，安好吗？听吧。唔是差啦，唔好有嘛事情就讲出来，我会想办法让解决。夫妻。安对吼，莫走哦。OK。食听吧哦。好啦。莫走哦。对啊。哎，莫走哦。你又唔食天发啦？该食了没？喂，等下哦，莫走哦。动好啊！你记好我，见老年你我宁行动动。哎呦！你在做嘛干呢你？哎，你其他都较细你的喂啊，动通呢。哎，你嫌冲动矮，你喊妈矮啊？你真劲吼，恶人先告状哎。哎，要文兵啊！马该，你讲妈，你还恶人啊？就会啊。哎，我太过分了，老唔讲我。马该过分，你冲动矮，妈矮。你喝得点啊？哦。夹饮气啦。哈，你还没这样生啊？跟你屁啦。冇啦。小强，会痛啊。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。你们好哈。哎，我老讲啊，我条运动员呐，错怂，冇按拐啦。运动员有迄刀枪不入，唔同看看啦。好啊，我知。你用错了哈。哎，太家按摩行，种1-3年得了啊？哎，我唔系对了呢。我老唔讲啊，年年嚟做成金毛汉呢，我嘅菜啊全都煮出去咧。哦，我呀正经冇事情，我张出来顺顺啊。求拜啊，了你呐，哎，过年做过年嘅啊，哎，忙啲这这是家一来啊，太家啥强下，变做按摩汉啊。嘿吼，自己嘛该整合嘅想法，证明以后呢，
虽然吼你讲法伊无通啊，不过免唔迄反应啊。嘿，哪边有反应啊？啊，这唔好去做事哦，爱就变反应啦。我也冇喊啦，等呀。唔怕啦，根据研究咧，奶牛运动员嘅反应啊，轻巧嘅，唔怕，我做，啊！哇！Jessica， 讲嘛，个运动员嘅反应快啊，发芒讲铁的，就按用啊。好地爱系运动员呢，无吼，爱会喊啊惨哦。你看个杰西卡，比爱吼还娘通呢。你本来就臭怂哎。哪有？哎呦，放心啦，没有伤到本来的地方。哎，小心小心，过2天哦，要记得回来复诊哦。啊，不用了啦，我要走了啦。啊？不用了啊？给6日懂无喊呢？我去哪了？我离开的啦。用的啊？就之前个。爱跳绳扣嘅法唔迄正经的啦，啊嘛该保严肃，讲笑的啦。爱知啦，也得我你对爱亲好嘛。虽然讲啊，大把女伢都唔得轻骗，不过也真你遇到困难的时节，唔得都按关心爱。不过就会咪安尼哦，爱出到寒啊艰苦，寒啊歹势，就想要做的啦。哦，爱知的啦，按用伊妹唔是少啊。以后吼，你就唔是关心，就做对啦，错不错？哎呀，哪有讲唔错咩？哎呦啊！你这个人啊，虽然做事情比较急，莽莽撞撞，比较不懂得做人，蛮讨人厌，说话比较直接。白目。你们2个点点。哦，叫你不要说话的意思。以后他听不懂啊。没关系啦，我就是这样的人，我很清楚，所以我就觉得更抱歉，更该离开啊。哎呦，就算是一家人啊，也会因为个性的不一样有所摩擦嘛。如果你觉得不好意思的话，你就更不应该要走。像你这样子啊，得罪了所有的人啊，然后带着大家的关心，拍拍屁股就走了。哦，都是你赢啊！爱就用的酸的否啊？错吗？错。那我留吗？错。啊，什么啦？嘿，蒋某。讲，阿雄姨安是谁呢？唔知去。这是靠结听留下来咧。不过一年嘅身体会唔会改，我唔知呀。不过也无创药大三人嘅身体都无强用嘛。创药嘅血，大家爱互相。嘿啊，雄姨，很公然马车啦，一点都不八卦哦。真紧哦。哎呀，我根本也用呀。係唔係飛毛啦？哎呦，根本也做到的了啦哈。我要睡美容觉。哎呦，这八卦。
不用每样都做记录吧，阿天。是的，学长。点照出来，挨老多汗看到，嘛该啊！嘛该啊！你冇看到蔬菜啊，做一道你冇看到事情对冇？弟，你神经才调过来，阿添。啊？你系先调来同事阿添，带来熟悉啊环境，也想咩节，也阿添。所以唔晓得讲学，咪唔晓得谈学。哦。哎呦，其实我进来这么多年呐，我客家话说的不太好，你多听你就会了啦。哎呦，你有嗓哎，哈，我好不习惯哦，我已经习惯这警察制服的上面配着一张老的脸。有没有笑？好严肃。阿天，以后这边如果你有什么不知道的，就问香妹姐。如果连香妹姐都不知道，那个都不重要，知道了吗？是的，学长。没事的，我们好来走。哦，张奶亮。学长慢走。老板娘，请问一下这条巷子里还住了哪些人？哦，就我跟我老公啊，隔壁那个小乐，他的姐姐，还有他的爸爸在。哎，赶快丽莎。新来哎。哦。发生那个事情哎？不是，我们会讲话。请问一下，你们彼此熟吗？哦，住在这边的，不是亲戚就是邻居，你说我们熟不熟啊？熟不熟啊？不好意思，我不能替你回答问题，所以你的答案是。熟。谢谢合作，以后还请多多指教。请告诉我。警察有点怪啊，黑洞怪。怎么办啊？我那个进去抢我都抢不到了。不好意思，警察临检，你们都是卫生所的护士？是啊。哦，怎么了吗？对啊。麻烦证件。你们都未婚啊？对啊。讨厌啦！我们有什么问题吗？为什么要临检？为了维护居民的安全，通过这里必须核对身份，检查有没有携带危险物品。不好意思，包包检查一下。我的包包给你看。那个包包可以不要开吗？为什么？私人卫生用品。麻烦。你这样侵犯到我的隐私哦。请配合。没关系啦，你让警察先生看一下就好啦。还说没有？为什么携带危险物品？那是我每天要吃5种蔬果、烧水果用的啦。我可以作证啊，苏菲每天都请我吃水果。真的啦。好，我先帮你检查。这个危险物品先寄放在我这里，之后你要切水果的时候，先通知我，我会把刀子送过来。我会看着你把水果切完，然后把刀子带出来。
不然我可以把你列为保护管束对象。哎，那太过分了！哎呦，好了啦，你想要袭警哦？陈淑慧，是我啦。生日3月16号。双鱼座的女生比狮子座的温柔得多。这照片拍很久了吧？护校毕业的时候刚拍的啦。没什么变，一样清楚。真的吗？谢谢。走了啦，上班了啦。不好意思，又干嘛啦？你们身为这个地方最近的医疗诊所，请你们提高警觉。如果有枪伤患者，一定要根据规定立刻回报。哎，你是不是 CSI 看太多啦？这么淳朴的小乡村，打架都很少了，哪来的枪杀患者啊？总之，请你注意就对了。之后如果我通知哪里有伤患，请你们第一时间赶到现场，知道吗？是。来，手机号码。0953。别傻了，分明就是借机搭讪跟我们要电话的，不要理他。可是我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，883587。谢谢配合，我要去巡逻。春美，觉得他跟别的警察不一样哎。他是怪胎，当然不一样啦。他的眼神好杀哦，认真的男人真的比较有魅力。杀个头啦！你怎么了你？通常男生跟女生要电话的下一步是，他想约我喝咖啡，还是看电影？咖啡厅。那时候先喝咖啡。说话。冷静一点。不管是先喝咖啡，还是先看电影，咖啡、电影、电影、咖啡，卫生所都在这里。我知道 ，coffee, movie or me， 重要的是 me。一大清早破坏人家的美梦，哼！他是我的，你不要跟我抢哦。冇得啦，阿爸唔驚聽啦，唔驚聽，反而唔驚聽，反而唔驚聽咧，反而唔驚聽咧，嚴肅唔驚聽咧。阿爺啊，是我爸鬼啊！我爸該不會被野人抓走了吧？你爸一定被野人抓走。你爸真的是被野人抓走的吗？搞不好我爸真的被野人抓走了。那种你爸的该不会就是野人吧？打野人为什么要抓他吧？那个野人就是这次新闻有报的那个野人吗？你们这里看得到那个野人？那个野人有军事化的背景，但是想要看到他，那就要看运气喽。好，那我们决定再做一晚，我们自己上山找找看。夜來來，兩腿過肩，萬餘年初兩沙三三沙，來見天馬。看到是你我的風景，意外莫笑一道，對面嘅生活意，總會講你一笑大腳步。看到是你我的風景，意外。
无少意图，对面嘅三分二，总袂叫你接受打招呼。对面嘅三分二。